中华台北青少帮代表队6月21日在菲律宾的比赛，最后以1-0打败日本代表队，取得亚太区的冠军荣耀。8月初将代表国家前往美国比赛，为鼓励这小选手。嘉南药理大厦校友会创会理事长，也就是宜康连锁药局创办人庄炳耀，10日暗时在总理大餐厅发起企业赞助物资以及募款参会，望会当抛砖引玉，邀请各人大众做伙来关心棒球体坛盛事。我们台南市的小朋友们有这么好的表现，那成为台湾的代表队中华队，又能够在亚洲杯取得最好的成绩，那代表亚太呢参加世界杯比赛。那当我知道有这么一个成绩的时候呢，我就希望呢，请他们好好吃个庆功宴啊，吃个大餐，让他们更营养、更健康。另外呢，我也利用我的影响力呢，来招募更多的好朋友们、企业家来共同来支持这个球队。所以我们在这次活动当中，大概有募集了将近20-30万的物资、营养品等等，以及呢款项也20-30万，用来支持我们这支球队。看到遐尔侪人热情的支持甲大力赞助，中华代表队为教练到队员，每一个人拢非常的感谢，表示要将总冠军摕回来台湾。看到各位董事长以及各位公益企业家的这样的协助，让我心里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蛮感动的。当然我们也会把这个感动以及压力当成是我们的助力。当然，我也不断的跟小朋友讲，我们取之于手，我们也要用我们尽我们最大能力。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下个月到美国，要把冠军拿回台湾。好，去美国比赛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想要有什么战术吗？有的看我们的选手全力以赴，只能赢不能输，只能赢。对，只能赢不能输。传为佳话，对吗？赢球战术。中华加油！中华中华中华！加油！这场参会也来了真侪贵宾相听，有书法画家王海峰、英美赛主会会长陈香玲、歌手许其成、尤一成、恒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、嘉南药理大厦校友会、后备宪兵协会、中华愿望协会、台湾艺笔书法协会，甲真侪赞助企业也拢出钱出力，最后总共募得20多万，作为中华代表队的加菜金。金牌一条根，为你加油！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。谢谢。